月亮的花園。從前，在一個遙遠的王國裏，有一個名叫小星的女孩。小星非常喜歡夜晚，因為她相信夜空中的每一顆星星都有自己的故事。她的夢想是有一天能夠親自去到月亮上，看看那裏的花園。有一天，小星在森林裏散步，突然聽到了一陣輕柔的歌聲。她跟隨着聲音，來到了一個閃閃發光的湖邊。湖水像鏡子一樣，映照出星星和月亮的美麗。就在這時，一隻閃着銀光的兔子跳了出來。你好，小星，我叫月兔，歡迎來到夢幻湖。你想去月亮的花園嗎？月兔微笑着問。小星驚訝地張大了眼睛，我真的可以去嗎？當然可以，只要你跟着我，閉上眼睛，許下心願，就能飛到月亮上。月兔說完，便開始跳舞，湖面隨着她的舞步泛起了漣漪。小星閉上眼睛，心中默默許下了願望。當她再次睜開眼睛時，她已經站在月亮的花園裏。那裏的花朵五顏六色，散發着柔和的光芒，空氣中彌漫着甜美的香氣。這裏真美，小星驚嘆道。這是月亮的花園，每朵花都有自己獨特的魔法。月兔解釋道，你可以許願，讓這些花朵幫助你實現夢想。小星環顧四周，看到一朵金色的花正向他招手。他走近，輕輕觸碰花瓣，花朵立刻發出柔和的光芒。我希望能夠讓所有孩子都能夠實現他們的夢想。小星大聲說。隨着他的願望，花朵開始散發出美麗的光輝，將光芒送往地球。小星的願望在空中繞着圈，化為一顆顆閃亮的星星，落回到每個孩子的心中。你真是一個善良的女孩，小星。月兔微笑着說，你的願望將會讓許多孩子的夢想成真。然而，月亮的花園不僅僅是美麗的地方，還藏着一個秘密。月兔告訴小星，這裏的花朵需要陽光來保持它們的光輝。每當夜晚降臨，花朵就會變得黯淡無光，直到明天的第一縷陽光照耀它們。小星想到了正在地球上玩耍的朋友們，於是他決定帶回一朵花，讓朋友們也能感受到這份魔法。你可以帶一朵回去，但要記住，每當你想起它的時候，必須將自己的夢想告訴它，這樣花朵才能繼續發光。月兔叮囑道。小星小心翼翼地選了一朵粉色的花，將它輕輕地放進口袋裏。隨後，月兔帶着它回到了夢幻湖。謝謝你，月兔，我一定會好好照顧這朵花，並告訴我的朋友們。小星說道。祝你好運，小星，無論你身在何處，永遠不要忘記你的夢想。月兔揮手告別。小星回到家中，將花放在窗邊，每天都會告訴他自己的夢想。隨着時間的推移，這朵花不僅讓小星的夢想變成現實，還激勵了他的朋友們一起追求自己的夢想。從此以後，王國裏的孩子們都相信，只要心中懷有夢想，並勇敢去追尋，就能如小星一樣，實現自己的願望。而月亮的花園則永遠在夜空中靜靜地綻放着，等待着下一個有夢想的孩子來訪。這是一個關於夢想與友誼的故事，告訴我們只要相信自己，勇敢去追尋，夢想就會如星星般閃耀。